7家苹果公司的供应商被控与东突厥散的强迫劳动有关。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的调查发现，在苹果运营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位于加州的数字媒体公司信息星期一发表的一篇报道说，该公司和人权组织的调查发现，7家向苹果公司提供设备组件、涂层和组装服务的公司涉嫌强迫维吾尔族和其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劳动。调查发现，其中至少有5家公司在与苹果公司业务关系的具体工厂和子公司接受了数千名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工人。报道中提到的许多公司也生产脸书、谷歌和微软等公司使用的零部件。新西兰确认将在5月12日参加在联合国举行的维吾尔人权会议，并表示该活动是关注东突厥散人权状况的机会。据新西兰新闻中心报道，新西兰贸易和外交部证实，新西兰不会就此问题对中国的外交评级发表评论，但新西兰将参加此次活动。新西兰商务和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一活动为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支持和合作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散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人权的机会。据报道，中国的联合国代表周一发表声明，敦促美国、德国和英国取消会议。据中国5月11日公布的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大陆过去10年是195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1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中国5月11日公布的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称，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同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 5.38%， 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吉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普查结果显示，中国16到56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8亿人。不过，他也表示，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15至59岁之间的人数下降了将近7个百分点，而60岁以上的人数则上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高级科学家易福贤推测，中国的人口已经被高估了，并在2018年开始下降。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中国一枚大型火箭的残骸周日凌晨坠入了马尔代夫附近的印度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在中国宣布这一消息后，发布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指责，批评中国在处理本国的太空垃圾方面未达到负责任的标准。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所属的环球时报驳斥，担心火箭失控并可能造成损害是西方炒作。4月29日，长征5 B 运载火箭将中国下一个空间站天宫的主模块送入天空。环球时报在社评中点名 NASA， 称美国一些科学家乃至 NASA 都昧着良心描述中国火箭残骸如何危险，设计不达标。而美国媒体则渲染长5残骸在天空翻滚着失去失控的样子，这是一次无耻的联合炒作。美国少数科学家推动参与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抹黑，这是一种堕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11日警告，将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加强攻势。巴勒斯坦卫生部指，加沙有35名巴人丧生，包括10名儿童。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加强攻击力度，哈马斯将会以预计以外的方式遭到攻击，并扬言武装分子将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内塔尼亚胡说，他对在阿什凯隆遭哈马斯火箭弹袭击丧生的2名以色列妇女的死亡感到悲痛，并敦促公民遵守安全指标。
据扎沙卫生官员称，自周一以来，以色列军队宣布将目标对准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以来，已有35人在空袭中丧生。哈马斯周二下午报道说，已向以色列的阿什凯隆和阿什杜德发射了137枚火箭。